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，看到起仔树泛红，袂顺啊像饭仔树，烧香遐尼成人的目睭。国情也想到真趣味的台湾话。咱讲起仔，观众朋友，你听好提出去共考试，甲你的亲戚朋友提出来问讲，你敢知影讲起仔甲臭起仔无相共？那这吼，我相信讲。真侪咱电视边的朋友比较国情啊较了解，所以毋知影讲鱼啊，咱普遍咧讲红鱼，红鱼品种佫几落款，即马改良甲愈食愈好食。啊，毋过人来咧讲臭鱼啊咧，臭鱼啊，即台湾各地头无相像的腔口，普遍人有人讲柑仔蜜，啊嘛有人讲头仔肚，啊嘛有人讲臭鱼啊，是啦，这就是咱正南北二路称呼讲法拢无共，另外一种。甲红鱼无相像的水果，就是头仔肚，就是柑仔蜜，就是臭鱼啊！啊，就咱亲像讲铁马，嘛有人讲叫做空明车，啊嘛有人讲叫做自轮车，甚至嘛有人讲叫做动轮车，你讲看有影无？这就是台湾话吼，无共腔口讲出来，无共趣味性的所在。毋那安尼啦，国情吼，连讲佫会找时间，甲你讲关庙有关庙的腔口，演前有演前的腔口，宜兰、台南各所在腔口拢无共。是讲吼，起仔树泛红，咱也想到一句过去先民来遮开垦流传到当的俗语话。人讲红旗若出头，起仔树泛红，罗汉脚就目屎流。啊，是安怎有讲即句罗汉脚目屎流？即马即个时代，咱是咧讲啊，都无娶某无娶亲，即款叫做罗汉脚。实在即句话俗语拄形成的时阵，有历史的背景伫迄啦，就是清朝时代，早当时西龙拍清兵。带清兵来拍郑成功，拍了有过手，游完上书哦，康熙皇帝讲呾唔通放弃台湾哦。毋过清朝遮的政府，因嘛考虑讲，你若互遮的沿海的民众搁去到台湾喷落去尔，行共款甲郑成功遐尼啊歹管，无法度管教会行。毋则会讲下令，若要来到台湾，袂使带某囝过去。所以毋则台湾迄当阵真济罗汉脚，流传即句话就是讲秋冬天到。起仔树泛红，罗汉脚目屎流。因为查甫来台湾足济，查某的都无几个。毋则永早原来有俗语讲有长山公，无长山马，就是遐罗汉脚拢去平埔族带平埔族的查某囡仔。啊，毋那安尼，迄当阵另外佫一句，讲叫做一个某较好生的天公祖。这嘛就是咧讲清朝时代女性有影少。啊，是讲吼，咱咧讲俗语，虽然即马即个时代咧讲，甲以早道理无相像。即马人来咧讲一个某较好生的天公祖，就是咧讲疼某，无别项解说。毋知影讲台湾原来历史有坎坷的即一幕，毋过总是咱爱饮水思源，爱知影讲过去历史安怎发展。毋则另外，佫有一句红旗的俗语，讲叫做红旗好食，对倒位起地。意思就是讲红旗好食啦，迄地头吼对倒位起，你爱知啦。啊，但这俗语哪有啥意思？啊，就地头安尼挽起来尔。毋过即句起地，另外一个音就是讲，因为什么环境来锁地即个地，所以红旗好食对倒起地，就是讲吼，你今仔成功啊，你今仔出头天啊，你毋通袂记咧讲，永早是向牵成，互你会当有今仔日即个成就来锁地。啊，讲到红旗好食对倒起地，咱嘛知影讲，若是经了好，大家学了；若是经了无遐顺时，真正咱就要变巧了。